下面，你节会做乜嘅？我爱老阿爸阿妹转去落木啊。哦，你买时要转去，我要转去登录无啊？哎呀，唔是啦，唔确定阿爸阿妹对也无按要紧。啊，无相干啦。我前一步嘅去通化机，又买到擂茶，然后冻铁嘅茶米，也有嘅唔係冻好泡茶咩？做嚟送一茶米，本也有呀。好啦，今日手推记到老唔甘车。呢？我目前係還冇乜嘅規劃啦。係希唔愛老藝鄉下轉去落無？你好啊，跟住幾片5月節有乜嘅神奇嘅發通冇啊？我無卡幾片，會打氣棒做客家睇戲啊！唔識彈歌客家採茶戲冇？彈歌我無卡幾片5月節嘅時節會有表演咯。哦，我係冇彈過啦，不過聽人嚟講，我就是到東神奇。彈歌你頭先咪有講過，人哋唔會去家讀中嘅係，假使要不然人哋做嚟去家嚟讀中嘅，哦，佢應該咩師傅嘅神奇哦。做得啊，唔做得同人哋學用嚟讀中嘅。頭擺呢，我哋就係招生保中嘅，下晝去看爬龍船比賽。還有爬龍船比賽做嚟看哦，頭擺都係啲天師當個看呢啲，也可以看現場嘅，哦，真是有期待。好啊，不過可能我下做單位去河北省獎勵嘅，希望人人會睇到。不過但係嘅招生讀中嘅讀嘅睇係，我講怕下晝去看爬龍船比賽會負唔差咧。放心啦，我冇卡親切動到，大家向下報。我哋以前啊，都係招生保中嘅，失足以前就會報聽咧。好啊，給你確定一下，內容水準去將老外講，我要來去聽茶單。冇問題啦。人團嘅翕相係翕到呀，希望嘅用哇，真嘅動鬧熱咧！看來吼，佢哋嘅5月節假期吼，講係當好搞哦。唔過講到呀5月節啊，我還蠻到現場看過呀爬龍船呢，就到了電視看過聽聽。唔過我相信啊，到現場看，聽出非常鬧熱。講到5月節，又想到呀種誒，哦，真係當好生啊！大擺吼，我冇生意就是挺多咧，呀都市吼，真係都寶寶就從一個種誒強用咯。好啦，佢下來呢，還有當多嘅節慶，演出來看下誒，要條詞彙，然後短句愛樣板來念咯。天呢，就係客家人啊，接受會參加嘅節慶，按到桐花節。桐花節，桐花節。前陣子去桐花節，前一步嘅去桐花節，前一步嘅去桐花節。哇，桐花節係唔係東江呢？上次去到當到客家嘅節慶啊，唔可能唔會看到當到嘅採茶戲。採茶戲客家話怎麼說呢？採茶戲，採茶戲。你曾經聽過客家採茶戲嗎？識彈過客家採茶戲麼？識彈過客家採茶戲麼？再過來就係5月節會發生嘅事情咯，就係划龍舟。爬龍船，爬龍船。下午去看划龍舟比賽，下晝去看爬龍船比賽，下晝去看爬龍船比賽。